如果你想喺坦洲買層樓過渡一下，過幾年呢就會轉手置換噶啦。咁佳景康城16棟嘅03房型，你就唔好錯過啦。點解咁講？因為滿足呢啲條件嘅細單位3房實在係太少啦。今次加推嘅16棟一共有4個房型，分別係2個89平米嘅東南向3房，同埋2個105平米南北對流嘅3房。首先，今次最令人驚喜嘅就係89平米，陽台係向東南，位置喺大2排。如果你中意住高層，咁毋庸置疑優先考慮03房嘅單邊位，因為呢個單位視野開揚，望出去就係珠海市區嘅景觀啦。如果你唔中意住太高，可以考慮隔離呢個04房，因為可以睇到自己屋苑嘅園林。雖然4期嘅園林未做出嚟，但係相信貝爾高林嘅手筆一定唔會差雞嘅。對面呢2個105平米單位，雖然陽台係向北，發展商喺南面餐廳做咗個大飄窗，夏天都有風收入屋。而且主人房設計咗個陽台做偷雞面積，主臥就足足大咗成個 size 啦。如果你中意睇園林景，可以買01房嘅中低樓層，高樓層可以考慮02房嘅單邊位，光線亦都會好好多。4期16棟嘅價錢已經對外公佈啦，價錢同9棟10棟一樣，行親民路線，裝修標準仲升級咗。阿 Ken 已經整理咗部分樓層嘅計價單，有需要可以喺評論區打666，我 send 俾你。